每一天，我输给你做会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4，诗篇119篇97到98节安尼讲：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，规日哪念哪想，你的诫命不时伫我身边，互我比我的对敌较有智慧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比对敌较有智慧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全能的上帝，你是慈悲疼痛的天父，你是丰盛活命的主，你是施阮祝福的源头，主啊！受你创造的活物，拢要尊你最大。竟然有愧视的，拢要来学讨你的名，因为你是牵得学讨甲尊重的上帝，你是阮快乐甲帮赞，主啊！阮要时刻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阮的感谢。主啊！你是阮的心所思慕甲少年，你的话，互阮通得到活命。主啊！阮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，规日哪念哪想，你的诫命不时伫阮身边，互阮比阮的对敌较有智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